咱来看国内厝价是贵三三，不少民众买厝一个贷款都是20年。根据最新的统计，60岁以上买厝贷款的人，平均排贷款有甲838万，甲20岁少年人736万来比，是加1成3。有专家就讲，这是因为高龄买厝贷款的人，因得要到法定退休的年岁，银行核准贷款的意愿甲趴数较低，才会出现愈侪岁贷款愈重的情形。国内厝价卡袂到几百万到上千万，大部分想要买厝的民众欠着头期款买厝了后，搁再向银行申请房屋贷款，而且借贷至少就是20年，压力真正真大。根据金融联合征信中心上新的统计，房屋贷款族是愈老排愈重，尤其是60岁以上中高龄的房屋贷款族，平均排房屋贷款有838万块，比20到30岁青年的736万加出1成3。主要是一个家庭还是要考量很多事情啊，不会说完全把钱都放在房贷身上的。当然这样负担起来不是很容易啦。就算你的头期款有500万好了，那你后面如果你月薪没有十几万啊，如果你再有家庭，你要给父母孝敬金，然后你孩子补习、安心费那些，变成会过得很拮据。就在政府推出一连串打压这个厝价的做法了后，内政部发布去年第4季全国主体价销指数是127.51，比第3季小可起0.94%，是2020年第3季以来一季的起伏头一摆在1%以下。整体市场交易呈现量缩价销平稳。不过，专家也讲，对2012年有统计以来，平均房屋贷款利息拢伫2%以上，只有2016年12月到去年9月期间才伫2%以下，这是造成60岁以上房屋贷款的人出现平均房屋贷款的有额甲利息拢相关的现象。银行业者不太愿意给这种退休族群或者高龄族群办理房贷，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年龄已经比较少，而且有的都已经届退了。何切想讲，中高龄的房屋贷款的人，若是拄到银行这个贷款的成数甲利息以及年期无好，已经有提供担保品，诸如做保证人、有够资产证明来提悬信贷条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